清晨的早餐店总是热热闹闹，油锅里传来哔哔啵啵的声音。桌上刚端上的热豆浆散着香气，许多长辈习惯点一份油条、蛋饼，再配上一杯米浆。这样熟悉的滋味，往往伴随了几十年的生活。可是，在医院里，我却常常看到另一面。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调查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，每10位就有6位同时面临三高、77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而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每天习以为常的一份早餐，可能就藏着让数值慢慢失控的原因。我是林医师，在区域医院照顾高龄病人已经20多年。这些年，我看过许多长辈因为饮食习惯而让三高加重，也见过不少人因为小小的改变而得到改善。今天我想和您聊聊，在早餐店怎么点才能让血压和血糖更稳定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也想听听您的想法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数字1。如果觉得还需要改进，也请留下0。您的回音会帮助我准备得更贴心。接下来10分钟，我会陪您分辨哪些早餐该少一些，哪些可以安心选择，还会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帮助您把早餐安排得更健康。或许您会发现，不需要放弃熟悉的早餐店，只要换个方式点餐，就能让三高慢慢稳下来。很多长辈都会说，早餐不过是一份小点心，怎么可能会影响那么大？这句话我在诊间里听过无数次，可是当我们仔细看早餐店的常见选项时，答案就很清楚。首先是盐分，国健署建议成人每天盐的摄取量最好控制在6公克以内，但实际上一碗咸豆浆加上调味料，就可能占掉将近1半的量。一颗大饭团里的肉松、酸菜也会让盐分悄悄增加。当盐分长期超标，血压自然就会跟着升高。再来是油脂、油条、炸馒头，这些食物在高温油锅里吸收了大量油脂，吃起来虽然香脆，却等于把饱和脂肪一起送进身体。这些油脂容易让血脂上升，也会增加血管的压力。很多人血压、血脂控制不稳，和这些习惯有直接关系。最后是淀粉，白吐司、米浆、饭团里的白米，都是精致淀粉，消化得很快，血糖会先快速升高，再很快下降。对血管和胰脏来说，这样的起伏是一种负担，长久下来就容易导致血糖越来越不稳。这些早餐选项看起来只是日常小习惯，但每天一点一滴累积，结果就会显现在检查报告上。我知道要改变不容易，因为那往往是几十年的口味和习惯，但只要愿意是着调整，就有可能看到不同的结果。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，他也曾经觉得只是早餐应该没差，直到真正尝试改变，才发现原来效果这么明显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位病人是68岁的张先生，他退休后最大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到同一家早餐店，固定点一份油条配米浆。他常跟我说，这样才有开始一天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那份味道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可是几年下来，他的血压和血糖却越来越不稳定，检查数字一次比一次高。他在诊间里苦笑着问我，医师，我又没有乱吃，就是固定这份早餐，为什么还是控制不好？我解释给他听，油条里的油脂、米浆里的糖分长年累积下来，正是让三高恶化的原因。他一开始沉默很久，最后才说，要改变真的很难啊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打应试试看。于是他把早餐换成全麦吐司加蛋，米浆改成无糖豆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觉得清淡无味，甚至怀疑这样做有没有意义。
但他还是勉强自己坚持下去。3个月后，他再回到诊间，整个人的气色不一样了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和血糖都比较稳了，连走去市场买菜都不会喘。原来只是换个早餐就能差这么多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里带住惊喜和放心。那一刻，我也替他感到高兴，因为那不只是数字改善，而是他重新找回了对健康的信心。或许您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当生活习惯稍微调整，身体就会回应您。如果您方便，不妨在留言里分享您的故事、您的经验，也许能给正在犹豫的人一点鼓励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心里会冒出疑问：那么在早餐店里，哪些食物才是应该少一点的呢？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。在早餐店里，许多看似平常的选择，其实对三高并不友善。油条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外皮酥脆，入口香气十足，但在高温油锅里浸泡的过程，让它吸收了大量油脂，吃得太频繁，血脂容易上升，血管的压力也会增加。再来是加料的蛋饼，原味的蛋饼本身负担不大，可是一旦加了起司或培根，钠和油脂的含量就明显提高。对需要控制血压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改变看似小小一点，实际上却会让血压更难稳定。咸豆浆也是常见的选择，很多人觉得它清爽又暖胃，但里面往往会加酱油、葱花和油条碎片，一碗喝下去，盐分的摄取量已经不低。对于本来就要留意血压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早餐很可能在无形中增加了负担。传统的大饭团也需要小心，里头常常加肉松、酸菜和油条，看起来丰盛又能吃饱，但淀粉、盐分和油脂一次全都过量。对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组合会让数值起伏特别大。这些食物不是完全不能碰，而是应该把频率调整下来，偶尔吃一次无妨。但如果天天固定选择，就等于每天都在给身体加压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会想，那如果不能常常吃这些早餐店里，到底有什么比较合适的选项呢？这就是下一步我们要一起讨论的。在早餐店里，除了那些需要少一点的选项，其实也有一些能让人吃得比较安心的。最常见的就是无糖豆浆，少了糖分的负担，血糖就不会忽高忽低，而且还能提供植物性蛋白质。刚开始可能觉得不习惯，但一旦适应了，就能喝出黄豆本身的香气。很多人发现，换成无糖豆浆后，整天的精神比较稳定。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全麦吐司加蛋。全麦吐司含有纤维，可以让淀粉消化得慢一点，血糖上升的比较平缓。鸡蛋则能补充蛋白质，帮助维持肌肉和体力。这样的组合虽然简单，但营养完整，也能避免血糖快速波动。清蒸馒头搭配青菜或小黄瓜，也是很合适的早餐。没有油炸的负担，又能增加纤维，让肠道更顺畅。同时，盐分摄取也能减少，对血压控制特别有帮助。还有最传统的地瓜，蒸熟之后带点自然的甜味，不仅能增加饱足感，还能补充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地瓜虽然朴实，却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这些食物或许没有油条那么香，也没有加料蛋饼那么吸引人，但吃完之后，身体会觉得轻松，血压和血糖也能慢慢稳定。有人会担心，每天就这一样，会不会太单调？其实只要稍微安排1周的早餐就能有变化。接下来我会跟您分享，怎么样把这些食物搭配起来，让每天都有不同选择。很多人听到要改变早餐时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我以后是不是每天只能喝无糖豆浆，吃全麦吐司，这样会不会太单调？这个种担心很常见，其实完全不需要。
早餐如果每天都固定同一种食物，确实容易感到无聊，而且营养也会偏向单一。相反地，如果在一周里稍微做一些变化，就能同时兼顾美味与健康。比方说，有些天以全麦吐司和鸡蛋为主，能补充蛋白质和纤维；有些天选无糖豆浆配地瓜，既有饱足感，又能提供矿物质。换成清蒸、馒头，搭配青菜时，还能增加蔬菜摄取。不同的组合交替出现，不但能让味觉觉得新鲜，也能让营养更均衡。很多研究也指出，饮食多样化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基础。不同的食材带来不同的营养素，透过一周的安排，身体会得到更全面的照顾。这样做比长期固定在同一种食物上更能长久维持。不知道您平常的早餐习惯是什么呢？如果愿意，欢迎在留言里分享您的经验，也许正好能给其他人一些灵感。当然，饮食只是控制三高的一环，如果能在早餐之后加上一点合适的活动，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，我想和您谈谈为什么运动在这里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。很多长辈吃完早餐后，习惯直接坐下来看电视或看报纸，一坐就是1-2个小时，看似轻松，其实对三高的控制并不理想。原因在于，当我们进食后，血糖会自然上升。如果餐后立刻久坐，血糖就容易停留在高点。相反地，如果在饭后进行轻松的活动，肌肉会开始使用血液里的葡萄糖，血糖就能比较快回到稳定状态。这不只是对糖尿病患者重要，对需要控制血压和血脂的长辈来说，同样有帮助。运动的形式不需要复杂，简单的散步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走路时，血液循环加快，血管的弹性也会提升，有助于让血压维持在比较平稳的范围。除了散步，像是轻松的伸展或太极拳，也都能让身体在不造成负担的情况下活动起来。关键在于持续与适度。每天早餐后安排10分钟左右的活动，比偶尔一次剧烈运动更能长期维持。对许多长辈而言，能够融入日常的运动才是最实际、最安全的方式。很多人会问，除了饮食和运动，还有什么能帮助三高更稳定呢？其实，在生活习惯上，还有几个细节同样重要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。除了饮食和运动，其实还有几个生活习惯对三高的稳定同样重要。首先是睡眠。很多长辈因为年纪大了，常常出现浅眠或半夜醒来的情况。但如果长期睡不好，身体就会处于压力状态，血压和血糖都更难控制。规律的睡眠，就像每天给身体一次调整的机会，能帮助心脏和血管放松。再来是定期测量。很多人平常不量血压，不测血糖，只有在身体不舒服时才检查。其实，固定每周记录数字，能让自己更清楚地了解变化，及早发现异常，比等到症状明显才处理要安全得多。还有一点，尽量避免宵夜，睡前进食容易让血糖在夜间波动，长期下来不利于控制。如果真的觉得肚子饿，可以改成喝温水，或在晚餐时增加一点蔬菜和蛋白，智慧比较稳定。在饮食的辅助上，也有人会尝试一些天然食材，例如山药或薏仁，在中医里被认未能健脾利水，对血压和血糖都有帮助。不过，使用前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不一定都适合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微小，但一旦累积起来，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守护健康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内容，接下来我想帮您整理出几个重点，让整体思路更清楚。到这里，我想花一点时间，把今天的重点再帮您整理一次。第一，
早餐店里有一些食物需要少一点，像油条、加料的蛋饼、咸豆浆或大饭团，虽然熟悉可口，但因为油脂、盐分和淀粉都偏高，长期下来会让三高变得更难控制。第二，也有一些选项是比较安全的。无糖豆浆能帮助血糖稳定，全麦吐司加蛋能补充蛋白质和纤维，清蒸馒头配上青菜或小黄瓜，甚至是一颗地瓜，都能让身体轻松不少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，其实在日常里能发挥很大的力量。第三，如果能把这些食物在一周里轮流安排，再加上每天早餐后10分钟的活动，效果就会更好。再配合充足的睡眠、定期测量以及避免宵夜，三高就更容易维持在稳定范围。这3点听起来不复杂，但真正能够长久坚持，对健康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。或许此刻您心里还有一个疑问：习惯了这么久的早餐，要改变真的可能吗？这就是我在最后一段想要跟您分享的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从来都不容易，对许多长辈来说，早餐不只是填饱肚子，而是每天生活里的一种安心感。要放下熟悉的味道，心里难免会觉得舍不得。但是健康的改变并不需要一步到位，只要愿意从早餐开始，慢慢尝试把一个习惯掉，整过来，时间久了，身体自然会回应您。这种回音不仅是检查数字的改善，更是一种能走得更稳、生活更自在的感觉。我很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一点信心，即使只是小小的一步，也是一个开始。当您愿意给自己这个机会，健康就会一点一滴地被守护起来。如果这一段内容让您觉得安心，请随意留下来，或转给身边的朋友，能够彼此提醒、互相支持，本身就是最温暖的力量。本影片仅提供一般健康资讯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使用前，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。愿您每天都能自在地吃早餐，安心地开始新的一天。祝您平安健康。